好啦，各位觀眾，歡迎收睇2025年6月13號星期五下午2點嘅颱風速報。現時嘅時間係下午1點39分。好啦，我哋睇下個最新風暴消息先。過去數小時啦，蝴蝶稍為增強啦，同佢嘅相關外圍雨帶即係影響緊廣東沿岸。預期蝴蝶會喺今日橫過北部灣，同香港保持超過500公里嘅距離。呢個戒備信號咧會喺今日大部分時間維持。按照現時嘅預測路徑咧，蝴蝶將會漸漸向東北方向移動，明日6月14日喺雷州半島一帶登陸。與其相關嘅強風區亦會靠近珠江一帶嘅。預料本港嘅普遍風力將會聽日日間逐漸增強，狂風驟雨增多啦。預就稍後高地風力達到烈風程度。天文台話今晚到聽朝早係咪要發3號啦？即係是否啊？隨住蝴蝶會喺內陸減弱咧，預料本地嘅風力及喺星期日6月15號逐漸咁同埋緩和，海面有水上活動，市民請遠離岸邊同埋停止所有嘅水上活動。好啦，我哋講咗咁耐嘢啦，我哋而家睇下個風暴路徑先。好啦，現時下午2點個強烈熱帶風暴蝴蝶咧，就係喺應該都喺個700公里左右啦嚇，即係咧佢喺呢個距離咧，佢咧應該係好偏西嘅，同我哋一直都係。好啦，咁我哋而家睇下個路徑，好啦，預測預報圖。我哋而家睇下個雷達圖像。好啦，大家如果你哋仔細睇，都應該睇到呢度咧，有啲雷雨區咧過緊嚟香港嘅。我估一陣間應該都會落雨。好啦，咁我哋下午2點嘅颱風速報就到呢度啦。我哋夜晚8點嘅颱風速報再見，夜晚8點係咁先，拜。